佢啦，呢啲咁嘅壞人啊。咁女主嘅腰痛唔知係咪同佢有關咁樣咯。咁而家翻到嚟2012年，咁呢個係我哋嘅第4集嚟嘅。咁望翻個屋企嘅格局，咁其實都似係第1集玩嘅時候嘅嗰間屋。咁冇意外嘅話，應該已經搬走咗，即係搬離咗個男朋友嘅屋企啦。因為上一集都有講到話佢話男朋友屋企其實唔係好容納到自己，咁可能已經分咗手。但呢個遊戲有個好特別嘅地方，就係佢冇特別會講俾你聽女主去發生緊嘅事情係點樣，而係要你自己去體會翻佢故事場景上邊嘅變化，物件嘅變化會係點。即係可能有一啲物件，佢由細個開始已經帶住喺身，帶住每一次嘅搬屋嘅時候，佢都會有殘舊嘅花痕喺上邊，就好似嗰啲豬仔公仔咁樣啦，就係呢一個，咁就會有啲花痕。咁攞翻個獎狀出嚟，終於有地方可以掛翻起佢。咁畢竟獎狀呢啲咁努力得嚟嘅成果，都係要裱起佢先 OK 噶嘛。咁再講翻個格局去睇睇嗰一間屋啦，咁就睇落就應該已經俾爸爸媽媽當翻做雜物房咁樣啦。咁好多嘅位置都已經變化，即係例如細個將高架床啦，下邊係書櫃咁樣啊，書台咁樣嗰張牀咧就已經掉咗啦。咁就變咗一個細細地咁嘅書架啦，咁就放爸爸媽媽嘅雜物，即係例如嗰個已經一早喺張台上邊嘅縫紉機咁樣，咁應該係媽咪會用到嘅東西嚟嘅。咁細個啲衫爛晒，咁都係靠媽咪自己去補嘅啫。咁我屋企就冇乜點樣出現過縫紉機呢回事，全部都係一手一腳一針一線咁樣去縫補出嚟嘅。咁暫時呢一次嘅搬屋嘅話，就冇帶走太多嘅嘢㗎啦，咁就應該帶走咗少少自己嘅隨身嘅物件，就翻嚟爸爸媽媽呢一個屋企。咁畢竟喺出邊，主角已經經歷咗咁多唔同嘅事情，即係例如第一次嘅拍拖，第一次同同學或者係朋友一齊同居，我諗好多人都未必可以試到就係同朋友一齊去同居嘅，所以佢而家設計會翻去爸爸媽媽嘅屋企裏邊，都其實係想俾女主去有一個舒適窩心嘅地方，一個避風港可以去唞一唞，然後接下來嘅旅程咯。我諗呢個章節嘅意思其實大致就係咁解，佢心境上邊嘅變化，透過喺同爸爸媽媽嘅傾偈裏邊，會有唔同嘅改變。雖然遊戲入邊就冇話有文字去解釋呢一部分，咁全部都係我玩落嘅時間諗到當中嘅一啲嘅嘢咁樣咯。咁差唔多主要嘅睡房環節都要完成㗎啦，咁就係收埋少少尾，將啲書啊、電腦嗰啲床上邊亂劈嘅嘢放翻喺啱用嘅位置就 OK 㗎啦。咁另外可以講一講就係啱啱攞明信片出嚟嘅時間呢，即係啲相嘅時間呢，就見到男朋友同佢嘅合照，唔係應該咁講，佢個 X 同佢嘅合照呢，佢個 X 嗰個樣呢係俾人釘起咗嘅。跟住一路幫女主角去收拾佢嘅東西嘅時候，我就發現佢今次帶嚟呢度屋企嘅箱入邊呢，遊戲機係少咗好多，得翻一部好似 NDS 咁嘅遊戲機同埋幾餅帶。咁佢之前買落，每次搬屋搬走搬去其他地方嗰啲碟，應該已經留晒喺男朋友嘅屋企。咁其實對佢嚟講係幾大損失嚟嘅，因為佢都係一個透過便利店打工揾生活費嘅女孩子。咁佢買得呢啲 game 都係因為男朋友要想同佢玩，佢又想有佢哋私人嘅時間而買落，但係佢就放低晒。咁係咪即係代表示佢已經放低咗過去？雖然當然啦，佢釘住咗張相咧，係代表個憎恨嘅成分嘅。咁會唔會令到佢之後唔再相信男性呢？好，咁啱啱已經完成咗房間部分啦，咁就得翻浴室。咁浴室嘅話呢，就得2個箱嘅啫。
咁都係一啲本身已經一直有用開嘅沐浴露啦。咁當然啦，一定有換新㗎啦，唔會話 keep 到咁耐嘅，我相信都好幾年嘅事情。咁其次就係本身呢個廁所呢，就應該佢屋企人有用，所以會有啲醫療嘅物資喺度，即係啲止痛藥啊、膠布咁樣嘅。但女主今次搬屋箱入邊嘅話，都有帶一啲之前一直有用開嘅背痛嘅敷貼啦，一啲止痛嘅藥物咁樣，佢嗰啲都有帶過嚟。咁佢淨係畫畫嘅話，對腰嘅傷害應該幾高，因為畢竟都要長時間咁坐喺度。咁我都明白嘅，因為有陣時打機啊，或者我自己喺度拍片，不斷咁拍，其實就咁坐喺張凳度，無論你坐電競椅都好，其實對腰嘅傷害都好大，所以都要同大家各位會打機、會喺電腦面前工作嘅朋友講聲，一定要保護好自己條腰。如果唔係大個嘅話呢，對條腰嘅傷害、退化嘅問題就會越嚟越嚴重，會好辛苦。咁話咁快，廁所部分呢就已經完成咗啦。咁今次呢條片其實會比較短，因為佢呢個章節得2間房，會比較少東西要執。咁但係都可以睇到一個故事，一個好短嘅休息嘅位置，俾女主角休息嘅房間。咁就埋尾啦，將紅線嘅東西就放翻喺應該嘅位置裏邊嘅。但係張相呢，佢掛喺度係唔 OK 嘅，咁可能就要收埋佢。咁畢竟係舊陣時留落嚟，佢又唔中意嘅東西，咁冇理由會再次掛翻出嚟。咁就收翻喺櫃底，攞2個啞鈴就鎮住佢啦。呢啲咁嘅壞人啊，咁女主嘅腰痛唔知係咪同佢有關咁樣咯？又或者係可能佢攀山嘅時間有唔小心整親自己，冇人知嘅。因為之前都有講過，每個人睇呢隻 game 嘅故事都係有唔同，每人都有唔同嘅感會。咁完成啦，咁就2012年咁就搬完個屋。咁唔知下一次嘅搬屋係會搬去邊度呢？我都 OK，咁可以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咁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